柔美线条，造型流转，雕塑大师何恒雄把水的意象集结浓缩再投射，创作灵感来自家乡。桃园是一个碧塘文化，所以我们从小都在池塘的旁边长大。水的能量在动静间迸发，市民大道上的代表作《运》就象征着生命脉动的自我实现。生命大道是川流不息的车流，所以把轮胎跟水珠的意象把它弄在，还有跟宇宙星球的运行的感觉，把艺术生活化，延伸七巧板概念，方圆交汇，能擦撞出什么火花呢？这个作品就感觉好像比较有点动态。对啊，这个是利用那种平衡的这个意念，从圆的造型，然后把它转换成这样的。可以做，可以做，可以做。真顶黑毛，真的吗？但我在摸便宜啊。老师说，当然没骗你，这是海陆。师兄说懂眼，某偏你，对不对？我们做做看。好的。而天地间最深刻的交汇是情感，以母亲和女儿作为蓝图，命名“母亲的骄傲”。作品倾诉孝心情感。我的孩子稍微长大，我们回来乡下，我妈妈常常带着他，他就喜欢用背包，用那个背带背着他，然后那个感觉，然后他拿一个橘子去跟他玩。受西式美学影响，何恒雄早期风格强烈震撼，迈入中年，心灵层次取代点线面，带点禅风，融合东西方精华，为艺术找出口。台湾应该要怎么样子走，才是真正能够迎接我们到这个整个全世界的这个定位里面。何老师透过他的作品体验人与大自然、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关系，而他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感恩、静观、圆融，还有一种纯粹。真顶黑毛，懂眼某偏你；真顶黑毛，懂眼某偏你。